代表教会所有牧师团甲中级甲兄弟姊妹搁咱梁爸伫这个所在咱嘛真欢迎来欢迎咱所有家长甲小朋友来到成年教会这个所在。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是属于咱大家教会是一个家庭在这个教会里面有阿公阿嬷，有爸爸妈妈，嘛有小朋友伫这个所在所以成年教会伫遮已经102年102年的历史伫遮尼久长的中间，成年教会真意爱提供空间，予咱的社区、咱的厝边、咱的好朋友三甲伫这个所在来使用。头一个，咱讲教会是一个家庭，咱拢是兄弟姊妹，伫这个所在活动，伫遮做伙互相熟悉。第二个，教会是一个学校，咱要伫遮学习有真侪真理的课程、信用的课程、人际关系的课程拢伫咱的教会内底伫遮来学习。第三，咱的教会也是一个病院，是一个心灵的病院，互真侪人伫今咱的社会拄着困难的中间，牧师甲所有同工会当来甲咱安慰、甲咱鼓励、来甲咱祝福。第四，教会是一个军队，就是要互咱成做这个社区的见证甲祝福。所以我伫遮代表成年教会，甲伫遮来欢迎咱所有的社区、咱的好朋友、咱的兄弟来到伫这个所在。我期待毋是咱今仔日来尔，咱逐工随时拢会当来，安尼好毋好？上帝祝福大家，互咱伫遮成做一个家庭，成做兄弟姊妹，做伙学习，做伙成长。咱线接要来邀请信兴国中朱校长伫遮来甲咱讲几句话。今天刚好是5月31号，也是我们的颁奖典礼。在这边呢，我就给了5个期许、3个感谢跟1个祝福给各位。首先呢，我们的5个期许，因为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在学校的学习里当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共办、共学而共好。大家彼此互相陪伴学习，让我们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境界。当然，针对我们新兴的孩子们来说，我都会告诉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所以呢，这5个期许给大家。另外3个感谢。第一个，你要感谢我们亲爱的家人，不管如何，家人真的是我们的避风港。也因为家人的关系，让我们可以有勇气往前冲，往前迈进。第二个，要感谢你自己。因为你愿意站上这个舞台，你愿意展现你的能力，不管是在书法比赛，或在知识比赛，或者是在画图比赛，甚至我们在肢体动作的一个展演上面，因为你的表演，所以呢，你要感谢你自己。另外第3个要感谢的是我们的一个互联网。虽然说我们把网络上都用到这边，也就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家庭跟学校还有社区，我们是一个互助的一个网络。因为在这个网络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相互的一个学习跟成长，所以呢，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一个社区网络。最后1个祝福，在这边我刚刚一来就跟陈牧师讲，感谢教会给了孩子们这么大的一个天空，让我们有这么样一个比赛，跨区跨文化的一个比赛，甚至我们还举行这么慎重的一个颁奖典礼。所以呢，我们最后1个祝福就是人人有亮点，个个是人才。在这边祝福大家，谢谢。真欢喜，当年若到这个时阵固定这个社区的这个第一文这个社区艺文的比赛的活动真侪这个同学学生甲这个家长阿公阿嬷拢来做伙有机会来到附近的新年国中，有机会来到阮成年教会伫遮甲咱递迄个万分的迄个谢意甲迄个欢迎真盼望
咱的一年一年搁刷入去的这个所谓办的这个节目这个比赛的项目，会当通过安尼的比赛，通过咱的做伙学习，会当互咱的这个社区互咱特别是咱的台语文咱台湾的文化这一寡艺文的活动，会当愈来愈成长。I wanna see you peacock, you peacock, you peacock, you peacock. I wanna see you peacock, you peacock, you peacock, you peacock. Word on the street, you got something to show me. Magical, colorful, Mr. Mystery. I'm intrigued, for a peek, but it's fascinating. Baby, let me see what you hiding underneath. Where took the sleeve, such a tease, wanna see the show. Indeed, I'm moving, but it's beautiful. Be the judge, and my girls gon' take a vote. Baby, let me see what you hiding underneath. The jump up and I'm up and head turning, body shocking. Oh, my heart thumping, ground shaking, show stopping, amazing. Are you brave enough to let me see your peacock? Don't be a chicken, but step back like a biatch. I'm a piece out if you don't give me the pay. Come on, baby, let me see what you hiding underneath. Are you brave enough to let me see your peacock? What you waiting for? It's time for you to show it off. Don't be a shy kind of guy, but it's beautiful. Come on, baby, let me see what you hiding underneath. Peacock, you peacock, you peacock, you peacock. You got the finest purple texture, another rainbow-looking treasure. Such a sight to see, and it's all for me. Are you ready to let me see your peacock? What you waiting for? It's time for you to show it off. Don't be a shy kind of guy, but it's beautiful. Come on, baby, let me see. I wanna see your peacock, your peacock. I wanna see your peacock, your peacock. I wanna see your peacock, your peacock. I wanna see your. Come on, baby, let me see what you hiding underneath. 속tum해보다 네 행동만이 나는 믿겨져. 지식보다도 의식들만이 나를 움직여. 첫눈에 반한 듯이 나를 많이 보는 널 난 쉽게 받아줄 수 없지. 1분을 주시지 않고 변하는 날넌 안절부절 못하겠지. 멈추지 않아 흔들리지 마. 달라진 날 봐. I'm going to find my heart, my heart, my heart. I'm going to find my heart, my heart, my heart. Catch me if you can. Catch me if you can. Catch me if you can. 태양보다 뜨겁게 널 비추는 낮은 밤. 꿈처럼 스친 my soul, dancing in the real life. I've got a feeling. I'm going to find my heart, my heart, my heart. I'm going to find my heart, my heart. Catch me if you can. Catch me if you can. Catch me if you can. Chào phước tôi trong ớt đã kể hợp. Thì nãy đi, 我被处理关系。T O O 甲妈妈的目睭来。妈妈。
国小吴启伦，我今仔日要演讲的题目是我上喜的生日礼物。每一个囡仔生日的时阵，上期待的就是收到生日礼物。我嘛同款，我上喜的生日礼物，毋是囡仔咧耍的战车，毋是飞轮机的模型。嘛毋是变形金刚，是布袋熊啊！会记伫我细汉的时阵，定定对阿爸看电视霹雳布袋戏，戏剧内底人物武功高强，搁会飞天转地展轻功。上精彩的，就是两边咧对战的时阵，金光呛呛滚。水气千条，我嘛对咧比骹画手，袂输，我就是迄个武功上界高强的人同款。阿爸看遮尔兴布袋戏，有当时啊过年过节的时阵，会买较俗的布袋熊啊，互我耍。逐工暗顿食饱了后，我着赶紧入去房间。甲布袋熊啊摕出来弄，定定增加黑天暗地，画红啊，互我哭甲面啊花白离鸟，头毛阁扣做花。毋过我嘛是逐工甲布袋熊啊摕出来弄。旧年我生日的时阵，阿爸摕一个卡仔互我，讲。这是特别替你拣的，你看卖啊有介意无？我看到卡仔外面的包装真水款，毋知影内底是啥物物件。想袂到卡仔拍开了后，竟然是我上介意的布袋熊啊！我冲一个对碰椅跳起来，随甲布袋熊啊摕起来弄。阿爸阿母看我人家有骹有手，嘛欢喜甲喙笑目笑。自从有这身素环境了后，我着好啊甲保守。我会用黏糊甲歹强啊黏毛好势，用针线甲长起骹填好。新人才会互我哭甲密密麻麻的红啊！尾啊，才互轰动武林、惊动万国的三教教主素还真出来收煞。素还真一出台，就会讲半神半圣一半仙，全日全道是全贤，脑中经书总万贯，将阿文武半边天。素还真展出绝招。甲某队人拍甲东倒西歪，亲像也袂到，旋走咯。算到开了，我会真细机，好领甲素还真放伫卡仔内底，甲衫扣好整齐，搁甲卡仔收好，身躯洗好，要困之前，我搁会甲伊影一个，讲。明仔咱才过来耍。有素还真甲遮的布袋熊啊陪伴我，互我的生活过甲真精彩。素还真就是我上喜的生日礼物。我的演讲就讲到这，多谢努力。各位贵宾、各位同学、各位在座的好朋友。大家好，我今仔日要演讲的题目是阮兜迄条街。伫一个繁华的都市，阮兜迄条街，互我感觉真亲切，敢若亲像百货公司同款，逐项有卖生活物件的商店。嘛有文具行甲传统市场，想要买啥就有啥，实在是真利便。
那安尼，伫街仔边，阁有一间土地公庙。互我感觉上特别的，就是一间土地公庙。伫逐个月的初一、15，土地公庙内底是人客人，连好心网啊嘛飞袂入去。尤其是元宵暝，伫土地公庙遐，拢会分糕仔丁、麦珠圆仔汤，有甜的。咸的、素的，逐项拢真好食。逐摆我拢食甲喙啊嫩西西，行拢袂开骹。若讲到阮兜附近的商店，可能3暝3日嘛讲袂煞。即马我着经几个啊比较有特色的来讲。头一个是全联，内底物件是5花杂色，真济全。若是有欠啥，找全联就无毋对啊。第二个是义美，义美是最近才新开的，伊是咱的好厝边，伊卖物件，互咱食了会当安心。为着咱的健康。伊嘛无卖分，讲起来是较有良心的商店啦。第三个是隔壁的海产档，讲到即个海产档，伊的海产上界市，而且伊对我真细汉的时阵就开伫阮兜隔壁。毋若安尼，因内底员工大家我拢捌。而且因嘛拢对我真照顾。第四个是附近的文具行，内底文具细甲敢若山，害我逐项拢想要买转去。第五个是传统市场，内底物件是百款，亲像古汁、果子、肉干。逐项拢真好食，而且是俗，佮大碗过满钱。俗语讲，远亲不如近邻。阮兜即条街厝边头尾，大家拢有熟悉，就亲像是一个大家庭，大家互相照顾，拄着困难，斗阵想办法。街仔内充满着足够的人情味，会当生活伫即内底，实在有够幸福的。我爱源头即条街，今仔日我就讲到这，多谢大家。各位来宾、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王小武，今仔日。我要朗读的篇目是《台湾话真好听》，黄惠芳。台湾话实在真好听，讲起来哪咧唱歌？台湾话有8声7调，讲出来关关家家，听起来水佮自然，伫无共款的动作。都无相像的表情，连声调嘛都变来变去。用台湾话来请安小姐们，上有人情味。一声牛早食饱未？甲大家的感情拢连结做伙。厝边隔壁无论阿伯阿姆，若出嘴讲台语。大家亲像同一家伙的人，台湾话是上界斯文的言语，言语、俗语甲个客家话，讲起来嘛真趣味。你若拄着代志袂顺时，讲一句拍断手骨颠倒勇，是真好的鼓励。若是读册无认真，
大人就会讲，少年袂晓想，食老都毋正样。若是受吵的，就会讲真，无法帮跑吵死人。若是日子想要较清闲，有即句时到时当，无比才来煮番薯汤的气魄，生活自然就轻松啊过。其实古早俗语是古早样，旧台湾嘛爱传予新台湾。台语文化毋通断，现在俗语嘛都爱予伊生传。台湾是咱的土地，蚵仔番薯爱结合，语言袂使无公平。台湾要去就爱挽回，祖孙仔若无法度对话，直到听雷的时阵，就出问题啦。上界可能是老大人甲孙讲话，就爱用药的。祖公仔留落来的言语，子孙哪会使放袂记得？一款罕过的代志，是要两辈到第时咧。祖先的智慧无对比，文化的遗产爱维持。台湾话，咱着紧甲伊学起来。我的朗读就到这，大家努力。各位贵宾，各位同学，大家好。今仔日我要朗读的题目是台湾话真好听。台湾话实在真好听，讲起来若咧唱歌。台湾话有八声七调，讲出来关关家家，听起来水够自然。伫无共款的动作，就有无相像的表情，连声调嘛着变来变去。用台湾话来请安小将们，上有人情味。一声牛早食饱未，甲大家感情拢连结做伙。厝边隔壁无论阿伯阿姆，若出嘴讲台语，大家亲像共一个伙的人。台湾话是上界斯文的言语、谚语、俗语甲热口话，讲起来嘛真趣味。你若拄着代志袂顺心，讲一句拍断手骨颠倒勇，是真好的鼓励。若是读册无认真，大人就会讲少年袂晓想，食老着毋正样。若是大家伤吵，就会讲恁蒙阿婆放炮吵死人。若是日子想要较清闲，有一句时到时当，无比才来煮番薯汤的气魄，生活自然着轻松啊过。其实古早俗语是古早样，旧台湾嘛爱传予新台湾，台语文化毋通断，现在俗语嘛着爱予伊生传。台湾是咱的土地，蚵仔番薯爱结合，语言袂使无公平，台湾母语着爱挽回。祖孙仔若无法度对话，直到听落的时阵就出问题啦。上界可能是老大人甲孙讲话，就爱用药的。祖公仔留落来言语，子孙哪会使放袂记哩？一款含糊的代志，是要两倍到第时咧。
祖孙的智慧无对比，文化遗产爱维持。台湾话，咱就紧甲伊学起来。我的朗读到这结束，感谢大家。今仔日我要朗读的题目是“内面坐免烫的”。明知影，一杯搁一杯茶米茶，是预定一个失眠暗暝银门票。我嘛是先啉才搁讲，无毋对，已经是点酒的暗暝，爱困醒，正是无要来小吹。20-30年来，藏伫心肝底迄件代志，互外口参我共款困袂去的迄只狗甲猫差一个，伫头壳内底扑扑沉沉。迄只猫甲狗仔，因伫巷仔底弯起来，大声细声。我想，因两个敢是支持无共款的政党？无，哪会冤家遐尼凶解解？会去想到迄件代志，爱对今仔日去好尾讲起，去到科技师因兜，因真好咧讲，内面坐免烫的。去到沈老师因兜，嘛是搁听到免烫免烫这句话，我捌偌尔孝想有人对我安尼讲的。伫我国小4年的岁月，阿爸对台北转来庄脚，讲要将阮规家伙仔刷去台北住。我听到一直哭，因为我毋甘离开庄脚。虽然即辈阿嫂甲台北讲甲敢若天堂遐好耍，佮讲阮厝2个阿姊甲1个阿兄，早就去伫台北食头路啊。开学了，我若搁去大学校，厝里剩阿母甲小妹、小弟3个人，一家伙仔煞搁落位嘛，毋是办法。大人讲的是有道理，毋过我嘛是一直哭。尾啊，阿爸生气啊！伊讲，离本地到大校舍也无啥差啊。我想讲，当然嘛是有差。伫学校上厝的时阵，去想到一个青云的所在，台北。台北是遐尔青疏。无一丝丝来的感情，大人是袂了解阮小小年纪的心情。伫我开学离开故乡柳树南，去学校迄一天开始，故乡嘛行入我的目中。当我心情郁卒，拢会想到故乡的形影，想到故乡的柳树、花草，想到遐个人、遐个一切。我的朗读到这结束，感谢大家。我来请这个同学开始来写。我请一个家长来甲记一个时间的好无等下来读来念看卖哈。
好，来。来，第一个咱来看卖，这是啥？第一个是啥？戆人的戆啦吼，戆的安尼写，这个是啥？孝道，孝道。孝道，来，过来咧，徛家。来，你讲，你较大声，看我紧吼。徛家。来，你讲。第三个就是徛家，第四个就是隆重，第五个是细汉，第六个是世家，世家的世，吼。来，这第是啥？七个是头早，头早，吼，头早，会早，嘿，过来。第八个是杂念，十念，吼。面盲，面盲的盲，吼，过来。关山，关山的关是写字字哦，吼。来，过来，迄是啥？囡仔兄，囡仔兄，啊，过来。伫遐坐，伫遐坐。金烟豆，金烟豆。药味车，药味菜。骹手链。骹手链，骹手链。吹剑果，吹剑果。散车人，散车人。糖咧烧，糖咧趖啦，吼，咧刷趖。位，来刷位。来刷位。灶骹，灶骹。来拄啊一个吼，来，这里刷位诶，第三条做唔对，爱做第二条刷，吼，对不对？刷，吼，这个是爱安尼，吼，所以甲改过，这是刷，吼，来，非常安尼有好无？来，足够诶。啊，今日伫遮每一个拢是得奖的小朋友，所以咱甲家己拍拍手，好，拢足够，咱遮的囡仔拢总是得奖的小朋友，哈。